Hello，大家好，我係 Jackie。咁我咧想同大家分享幾個輕鬆有效可以幫助初小學生學好中文嘅方法。咁我哋咧對初小學生而言咧，其實最重要嘅係啲咩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可以打好基礎之餘，咁就可以發現中文嘅有趣之處啦，令到佢哋咧可以自然咁樣愛上中文。中文學習咧其實可以好生活化嘅。咁我哋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幫學生咧去創造一個學習環境啦。咁我哋點樣去創造學習環境咧？咁其實咧就係將每一個日常生活之中嘅經歷咧轉化成一個嘅學習機會。咁例如啦，咁我哋去海洋公園玩啦，除咗玩之外咧，我哋可以介紹唔同嘅機動遊戲啦，或者係海洋生物，好似係海豚啦、企鵝等等，俾佢哋認識。咁例如可能去超市同小朋友買嘢啦，咁我哋都可以介紹咧唔同商品俾佢哋，咁令到咧佢哋可以喺生活之中咧就學到唔同嘅詞語啦。學語言聽說咧，其實係我哋最基礎嘅一個起點。咁我哋咧先聆聽咗可能家長、老師嘅一啲説話之後咧，咁小朋友咧就要去學習啊，我哋點樣通過有條理嘅組織咁去組織我哋嘅説話啦，組織我哋嘅語言啦，組織我哋嘅諗法啦等等。咁例如咧，我哋可以多啲通過一啲嘅提問咧，去引導佢哋嘅一啲諗法啦。例如啦，我哋可以問下佢今日學校發生咗啲咩有趣嘅事情咧，咁佢哋可能會答冇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通過一啲有引導性、有針對性嘅問題咧，去鼓勵佢哋多啲講嘢。例如咧，今日餐飯好唔好食啊？有食咗啲咩啊？等等嘅問題咧，就令到佢哋多啲咧開口講嘢，鍛鍊佢哋嘅口語組織能力。喺講完咗聽説之後咧，其實小朋友咧喺腦海中咧已經多咗好多咧寫作嘅素材㗎啦。咁我哋要幫助佢哋嘅咧，就係將呢啲素材咧轉化成為文字。咁可以點樣做到咧？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叫佢哋寫日記啦。咁我哋咧最初咧係唔需要咧去強制性咁樣講求一啲嘅格式啊，或者係字數嘅。咁我哋咧等小朋友咧自由咁發揮，去寫低咧一啲佢哋覺得生活中有趣、值得記錄嘅事情。咁佢可以淨係簡單咁寫一句，例如可能係我今日咧見到一隻可愛嘅小狗。咁我哋當然要轉翻做書面語啦，寫嘅時候。咁咧佢係寫咗簡單嘅一句。咁其實咧隨住佢寫作能力嘅提升，咁佢咧養成咗習慣之後咧，佢就會慢慢咁樣越寫越多。咁其實喺佢寫嘅時候咧，佢遇到啲嘅咩嘅問題啦？例如可能係唔知點樣用一個適當嘅詞語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咁其實佢一方面咧可以通過閱讀相關嘅書籍咧，咁去彌補翻相關嘅不足啦，或者可以去提問啦，問下老師，問下家長。隨住養成咗寫日記嘅習慣之後咧，咁學生咧其實就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咁樣咧應付到學校嘅寫作啦。因為咧學校嘅寫作題目其實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素材。咁例如咧可能係一次運動比賽嘅經歷啦，一次去旅行嘅經歷啦等等。咁所以咧學生咧其實只要養成到一個寫作嘅習慣咧，咁其實佢哋對考試寫作咧已經係冇任何嘅問題㗎啦。好啦，講完初小之後咧，當然要講埋高小啦。各位家長大家好，我係 Harry。接下來啦，就同各位家長講下啦，有咩方法策略可以引導高小嘅小朋友咧學好中文。正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我哋睇多啲書咧，自然就係進步中文最好嘅方法啦。但係啦，睇得多又唔係一定有用嘅，要睇得夠精啊，將閱讀嘅好處咧最大化，咁就可以做到以讀帶寫嘅效果啦。咩叫做以讀帶寫咧？即係透過閱讀去增進你嘅寫作能力。嗱，各位家長，下次你小朋友閱讀嘅時候咧，不妨提醒佢啦。除咗望下個書嘅劇情之外啦，可以留意埋作者用嘅各種語文知識技巧㗎。例如文筆方面啦，可以留意下作者嘅詞彙、句式、修辭手法；結構方面啦，可以留意下作者點樣謀篇佈局啊，點樣玩啲首尾呼應嘅結構喎。我哋睇得多，會積累咗我哋嘅語文知識量，久而久之就可以將佢套用翻喺你嘅寫作裏邊，達到閱讀好處最大化、以讀帶寫嘅效果啦。而喺揀補充練習方面咧，其實都要花唔少心思嘅喎。咁而家市面上啦，最常見嘅補充練習咧，大致可以分做兩種。咁啊，第一種啦，就係有一個特定課題，例如設問句與反問句啊、褒義詞、貶義詞咁啦，然後再圍繞個課題咧出好多嘅題目，由幾個課題組成嘅大練習。第二類啦，就係參考翻現實考試出嘅模擬試卷。係啦，咁咧我哋就會用考試嘅形式咧，隨機抽選唔同題型、唔同課題嘅題目。嗱，各位家長，我哋不妨由淺入深，先買咗大練習先啊，俾小朋友咧熟練晒唔同題型啦、唔同課題啦。然之後咧，先買模擬試卷，係啦，俾小朋友用翻考試形式隨機集咁咧，咁去做唔同題型、唔同課題嘅題目。久而久之啦，就可以做到一個先鞏固再維繫嘅長遠學習目標啦。
最後啦，好多家長咧都反映小朋友咧有個通病喎，就係明明份卷一啲題目識得做嘅，明明諗好晒篇文點樣寫㗎啦，但係咧唔夠時間做喎。所以啦，各位家長，我哋喺考試之前咧，可以先幫小朋友制定一套時間分配策略，等小朋友考試嘅時候咧，跟我哋原先嘅策略去完成試卷嘅。例如寫作卷方面啦，我就建議啦，可以先用2分鐘去審視題目，再用5分鐘構思大綱，7分鐘時間一到，小朋友就要落筆寫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寫唔切咯。又好似話閱讀卷方面咁啊，可以先用25分鐘咧處理呢個基本嘅語文知識題目，攞晒啲容易攞嘅分先啊嘛，跟住再處理閱讀理解。總括嚟講咧，幫小朋友學好中文，最重要嘅咧都係從生活入手，幫佢哋創造一個學習環境，從聽、說、讀、寫4方面全方位咁樣提升佢哋嘅中文水平。咁當然啦，各位家長咧都要俾多啲鼓勵、關懷你嘅小朋友，等佢知道啦，學中文咧都好有趣同好有價值㗎。咁希望今日我哋嘅分享咧可以幫助到各位家長，多謝大家。